有冇試過買返屋企嘅菜洗完、煮完、食完之後成晚肚痛腹瀉，第二日起身還覺得頭暈身粒粒？很多人第一時間以為自己腸胃不好或者食壞嘢，卻從來沒有想過問題可能出在那些外表亮麗、色澤鮮豔嘅蔬菜身上。街市入面有幾款菜賣相特別好，綠到發亮或者白到無瑕，放喺檔口度好似剛剛從花園摘落嚟咁新鮮。但係正正係呢啲靚到不似真的，卻背後藏住嘅化學物質，可能已經悄悄進入你嘅身體，日積月累埋下健康隱患。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多年嚟持續抽查本地街市同超市嘅蔬菜樣本，結果一而再再而三咁發現農藥殘留、超標漂白劑、浸泡保鮮劑、冷凍等問題。呢啲唔係危言聳聽，係真實發生喺我哋日日食嘅蔬菜入面嘅事。我自己有過一次親身經歷，印象好深刻。有一次喺附近街市買咗一批看起嚟又嫩又靚嘅豆芽回家，隨手沖水就落鑊炒，食完2個鐘頭之後，整個人肚子一陣一陣地絞痛，去咗幾次廁所都唔見好轉。後來同鄰居提起，佢話：你哋買菜唔好淨睇樣靚，越靚越要小心。當時覺得有啲誇張，但係經過這件事之後，我開始認真研究落去，先發現原來問題比我想象中嚴重得多。今日這部影片就係要認真同大家講清楚，街市裏面究竟有哪幾款菜最容易被化學物質污染，背後用的是什麼藥水，對身體有什麼傷害，以及最重要的，我們應該點樣正確處理這些蔬菜，先可以真正減低風險，保護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呢啲嘢係每一個香港家庭都應該知道嘅。咁先嚟講第7款豆芽。豆芽係好多香港家庭日常餐桌上少不了嘅食材，炒粉麵、煮湯、做小菜都會用到，價錢平、產量高、需求大。正正因為咁，部分不良相反為咗令豆芽長得又快又靚，會在培育過程中加入植物激素，俗稱催芽素，加速豆芽生長，令芽徑又粗又白又長。更有甚至喺豆芽收成之後，用含有漂白劑、氯化物嘅水浸泡，令外表更加潔白，看起嚟更加新鮮。問題係這些化學物質殘留喺豆芽表面同內部，好難靠簡單沖洗洗走，長期攝入微量嘅漂白劑同激素類物質，對人體內分泌系統有一定干擾作用，尤其對小朋友同老人家影響更大。而且豆芽結構疏鬆，表面積大，吸收化學物質嘅能力比其他蔬菜更強，殘留量往往更高。內地早年曾經爆出多宗毒豆芽事件，涉事豆芽中檢測出6百基線嘌呤等植物激素，屬於不得用於食用農產品生產嘅物質。雖然香港有嚴格進口檢驗機制，但日常抽查中仍然偶有發現相關問題，所以絕對不能掉以輕心。接住嚟講第6款西蘭花。西蘭花近年越來越受歡迎，很多人覺得佢營養價值高，又可以對抗癌症，所以餐桌上出現嘅頻率越來越高。但西蘭花其實係農藥殘留問題相當嚴重嘅一種蔬菜，原因係西蘭花嘅結構特殊，花蕾密密麻麻、層層疊疊，農藥容易積聚在縫隙當中。清洗難度比一般葉菜高出很多，種植西蘭花嘅過程中，為咗對付蚜蟲、粉虱等害蟲，農民往往需要多次噴灑農藥。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嘅抽查數據顯示，西蘭花係農藥殘留超標情況較為常見嘅蔬菜之一。部分樣本中檢出嘅農藥種類包括有機磷類同穀子類，這2類農藥對人體神經系統有影響，長期累積攝入會增加患病風險。坊間流傳嘅做法話，只要用鹽水浸一浸就可以，實際上係遠遠不夠嘅。鹽水對於去除表面部分污物有一定效果，但對於已經滲入花蕾縫隙入面嘅農藥幾乎毫無作用。稍後我會詳細講解正確嘅處理方法。講完西蘭花，我們再嚟述說第5款韭黃。韭黃呢種金黃色雜賣相靚，炒蛋、炒肉絲都係好受歡迎嘅家常菜。韭黃實際上係將韭菜遮光培育而成，令其無法進行光合作用，從而產生黃白色澤。正因為韭黃需要在遮光環境下生長，害蟲相對較少，理論上農藥需求量較低，但問題唔係出在農藥上，而係出在漂白同保鮮處理上。部分相反，為咗令韭黃顏色更加好看或者延長貨架期，會用含有二氧化硫嘅溶液進行浸泡處理。二氧化硫係一種常見嘅食品添加劑，在合理劑量下對乾貨果脯有保鮮作用，但係用於新鮮蔬菜嘅處理屬於不規範做法。而且濃度一旦超標，對人體呼吸系統同消化系統都會造成刺激，對哮喘患者危害尤其大。識別韭黃有無被化學處理過，有一個簡單方法，用手揸住一把韭黃，如果感覺表面有啲黏黏濕濕或者聞到輕微刺鼻氣味，就要特別小心。天然培育嘅韭黃摸起來應該係乾身而帶有輕微植物清香嘅。第4款同樣值得大家高度關注嘅係我們幾乎每日都會用到嘅蒜苗同蔥類。蔥蒜苗大蔥呢類蔬菜喺香港家庭廚房裏面係幾乎天天出現嘅。
無論炒菜、煮湯定係做調味都少不了。佢正因為銷量大、需求穩定，這類蔬菜嘅種植量極高，農藥使用也相當頻繁。更值得注意嘅係蔥類蔬菜嘅葉片表面有一層蠟質，這層蠟質一方面係植物自然生成嘅保護層，但同時令農藥更容易附着在表面，而且反而更加難以被水沖走。有研究發現，蔥類蔬菜表面嘅農藥附着力比一般光滑葉片嘅蔬菜高出數倍。坊間好多人買蔥返屋企，只係隨手剝走外層或者用水沖一沖就直接落鍋，這樣做實際上並不足夠。蔥嘅葉片之間嘅夾縫以及蔥白靠近根部嘅位置都係農藥容易積聚嘅地方，需要特別處理。說到這裏，如果你覺得呢部影片對你有幫助，不妨先點個讚俾我。你嘅支持係我持續做內容最大嘅動力。第三款係令好多人意想不到嘅，竟然係菠菜。菠菜喺很多人心目中係營養豐富嘅健康蔬菜，含鐵量高、葉酸豐富，老人小孩都適合食。但係菠菜實際上係農藥殘留問題相當突出的一種葉菜，原因係菠菜葉片薄而軟，容易受到害蟲侵襲。農民為咗保持產量，噴藥次數相對頻繁，加上菠菜葉面有輕微節奏，農藥容易在節奏位置積聚。根據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歷年發布嘅蔬菜農藥殘留監測報告，菠菜係葉菜類別中不合格率相對較高嘅品種之一，檢出的農藥種類涵蓋有機磷、氨基、甲酸酯等多種類型。其中有機磷農藥對人體嘅神經傳導有干擾作用，攝入過量會出現頭暈、噁心、視力模糊等症狀，長期低劑量攝入嘅慢性影響更是不容忽視。很多人以為菠菜買回來燙一燙就好，實際上高溫雖然可以分解部分農藥，但並不能完全消除殘留，特別係對於熱穩定性較強嘅農藥種類。單靠煮熟是遠遠不夠嘅，必須在烹調之前認真處理清洗，先可以真正有效減低風險。第二款係蓮藕，蓮藕係香港人煲湯必備嘅材料，排骨、蓮藕湯、蓮藕燉花生都係滋補靚湯。但係蓮藕生長於淤泥之中，本身就容易吸收泥土中嘅重金屬同殘留化學物質。更嚴重嘅問題在於部分商販為咗令蓮藕外觀白色好看，延長保存時間會使用工業用嘅亞硫酸氫鈉，即係俗稱嘅保險粉，嚟對蓮藕進行漂白浸泡處理。工業級保險粉同食品級別嘅二氧化硫保鮮劑不同，含有更多雜質同有害物質，根本只適合用於食物處理。但因為成本低廉，效果顯著，不法商販仍然普遍使用。經過漂白處理嘅蓮藕顏色會變得異常白淨，切開之後橫截面幾乎冇人後氧化變色，而且有時候聞起來會有輕微酸味或化學氣味。用正常方式處理嘅新鮮蓮藕，切開之後表面會慢慢出現輕微嘅淡黃色氧化，這係正常現象。如果你買到嘅蓮藕切開之後好耐都唔變色，或者顏色白得不自然，就要高度懷疑是否經過化學處理啦。蓮藕煲湯時間長，化學物質更容易在高溫下溶入湯水當中，令全家人都飲到風險更高。最後問題出最需要警惕嘅第一款係豆角，又叫做長豆或者四季豆。豆角係農藥超標問題最為嚴重嘅蔬菜之一。這一點已經被多次食品安全檢測數據所印證，原因係豆角嘅生長期較長，而且豆莢厚實，害蟲容易躲藏其中。農民為咗保障產量，往往從豆角幼苗期就開始頻繁噴灑農藥，而且越接近收成期噴藥嘅頻率有時候反而越高，因為臨近收成時害蟲侵襲最為嚴重。更大的問題在於部分農民在臨收成前數日仍然繼續噴藥，令農藥連基本嘅降解時間都沒有，直接帶入市場流通。豆莢的纖維結構令農藥容易滲透進入內部，單靠表面清洗根本無法有效去除。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多次將豆角列為重點監測蔬菜，抽查中檢出的農藥種類多，超標率高，在所有蔬菜類別中排位一直靠前。有些人可能覺得奇怪，豆角要剝開豆莢先食內裏嘅豆應該比較安全，但實際上農藥已經滲透入豆莢本身，而很多人食豆角是連豆莢一起食嘅，特別係四季豆更是整條入口嘅。講完這7款蔬菜，很多人可能會想，難道以後都唔好食菜咯？當然唔係，只要掌握正確嘅處理方法，可以大幅減低風險。現在我就認真講一講，這3招係經過實踐驗證真正有效嘅方法。第3招就係流水沖洗加浸泡結合法。好多人買菜返嚟，隨手喺水喉下面沖幾秒，就算這樣根本不夠正確嘅做法，係先用流動清水沖洗至少1分鐘。將蔬菜表面附着嘅浮塵同部分農藥沖走，之後再將蔬菜放入清水中浸泡。浸泡時間同方法係關鍵。一般葉菜類浸泡時間建議不少於10分鐘，期間最好換水1至2次。豆角、西蘭花呢類結構複雜或者豆莢厚實嘅蔬菜，
浸泡時間可以延長至15至20分鐘。浸泡之後要再用流水沖洗一遍，將浸泡過程中溶出嘅農藥殘留徹底沖走，唔好直接撈起就用，否則等於將溶咗農藥嘅水又帶入食物當中。有人會問，用溫水好還是凍水好？一般情況下，溫水對於部分農藥嘅溶解效果略優於冷水，但係溫度不能過高，否則會令蔬菜嘅細胞壁提前破損，反而令某些農藥更容易滲入。建議用室溫至微溫嘅清水浸泡，效果最為平衡。第二招係小蘇打水處理法。小蘇打化學名稱係碳酸氫鈉，係一種安全無害的鹼性物質，對於分解部分農藥具有良好效果。因為很多有機磷類農藥在鹼性環境下會加速水解失效，所以用小蘇打水浸泡蔬菜係一個簡單而有效嘅方法。具體做法係在一盆清水中加入約1茶匙的食用小蘇打，攪拌溶解之後，將蔬菜放入浸泡約10分鐘。浸泡期間可以輕輕揉搓蔬菜表面，幫助去除農藥殘留。最後同樣要用流動清水徹底沖洗，將小蘇打水完全沖走，才可以進行烹調。這個方法特別適合用於處理菠菜、豆角、蔥類等農藥殘留問題較嚴重嘅蔬菜。對於蓮藕和豆芽這類可能經過化學漂白處理嘅蔬菜，小蘇打水浸泡同樣有助於分解部分化學物質。不過要注意，小蘇打水並非萬能，對所有農藥都有效，係作為輔助手段，配合流水沖洗一起使用，效果最佳。我自己家裏現在每次買菜返來都習慣用小蘇打水浸泡葉菜，特別係買咗西蘭花或者豆角嘅時候，這一步係絕對唔會省略嘅。自從養成這個習慣，家裏人的腸胃狀況明顯好很多，很少再出現莫名其妙的肚痛腹瀉啦。第一招也是最重要嘅一招，係去除關鍵部位加焯水結合法。這一招講嘅是在清洗之前同烹調過程中，通過去除蔬菜農藥附雜部位，以及利用焯水進一步降低殘留，雙管齊下，達乎提升安全性。唔同嘅蔬菜有不同嘅農藥附雜部位，要針對性處理。豆角要摘去兩端，因為豆角嘅徑端係農藥噴灑時最先接觸濃度最高嘅位置。同時豆莢表面如果有明顯嘅斑點或者不均勻顏色，呢個位置又要特別處理。西蘭花要先將整棵花蕾掰開成小朵，令原本封閉嘅縫隙打開，方便清洗液滲入之後再進行浸泡沖洗。菠菜和蔥類要特別處理靠近根部嘅位置，將根部切除一截，因為根部周邊係土壤接觸最密切嘅地方，重金屬同農藥積聚最多。蓮藕一定要將表皮徹底削走，因為蓮藕嘅皮下組織係漂白劑同種針屬最容易滲入積聚嘅地方，唔好省略幾個步驟。豆芽則要把尾部嘅根須剪走，根須係最容易殘留化學物質嘅部位。去除關鍵部位之後，焯水係第二個重要步驟。將處理好嘅蔬菜放入滾開嘅水中，短時間焯燙，一般葉菜焯30秒至1分鐘，豆角、西蘭花等則焯1至2分鐘之後，撈起部分熱不穩定嘅農藥會在高溫下分解。同時焯水過程中部分水溶性嘅化學物質會溶入水中被帶走。焯水之後嘅水要倒掉，不能用於煲湯或者其他烹調，因為這些水裏面含有從蔬菜中溶出嘅殘留物。很多香港家庭有習慣將焯蔬菜嘅水留下嚟做湯底，呢個習慣要改，尤其係焯咗豆角、菠菜或者豆芽之後嘅水一定要倒掉。當然講完處理方法，購買源頭嘅選擇同樣重要，盡量選擇有信譽嘅菜檔或者超市購買有清晰產地標籤嘅蔬菜，避免購買賣相過於完美、顏色極度鮮豔或者潔白嘅蔬菜，因為天然種植嘅蔬菜外觀往往係有些許瑕疵嘅，那些完美得不尋常嘅外觀，很多時候係化學處理嘅結果。如果條件允許，可以選擇購買有機蔬菜或者嚟自有機農場嘅產品。這類蔬菜經過認證，生產過程受到監管，農藥使用受到嚴格限制。香港本地已有一些有機農場，直銷雖然價格略高，但對於家中有老人家或者細路嘅家庭來說，這份額外嘅支出係值得嘅。另外，飲食多元化也是減少風險嘅一個好方法。不要長期只食某幾款菜，經常轉換不同嘅蔬菜種類。即使某款菜殘留較多，也唔會因為反覆大量攝入而累積過高嘅風險。我知道有些街坊可能會覺得做咁多步驟好麻煩，平時買菜煮飯已經夠忙啦，哪有時間做咁多？但呢啲習慣一旦養成，每次只需要多花幾分鐘，卻可以為自己同家人減少長期累積嘅健康風險。況且香港人煮飯煮咗幾十年，很多飲食習慣都係代代相傳，加入這幾個正確嘅處理步驟，不過係在原有基礎上做一個小小嘅升級而已。如果今日睇完這部影片，你覺得這些內容對你有幫助，請幫我點個讚，仲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咁你就唔會錯過之後更多關於飲食健康、生活安全嘅實用內容。說到底，我唔每一個人每天吃進肚子裏嘅食物，才是真正影響健康最根本嘅東西。
藥補不如食補，但食補嘅前提係你食進去嘅東西是乾淨安全嘅。呢個社會信息繁雜，很多健康知識要靠自己主動去了解。醫生可以幫你治病，但保護自己健康嘅呢個人，歸根究底還是你自己。香港街市買菜幾十年，每一個老街坊心裏都清楚。靚菜未必係好菜便宜嘅背後，有時候有代價，但係你知道點樣正確挑選同處理，就可以把這個代價減到最低。今日講到這7款菜：豆芽、西蘭花、韭黃、蔥類、蒜苗、菠菜、蓮藕以及農藥超標最嚴重嘅豆角，並不是要你從此不食這些蔬菜，而係要你更加有意識地去對待起門，學識辨別，學識處理，先係真正對自己負責。希望今日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如果你身邊